家早安，今天呢是拍摄的第2天，然后现在就是早上的5点10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出门跟就是另外一群人见面这样子。好，那我先带我的背包。OK， 冷气都关了，然后稍微检查一下，就是这房间内有没有留下东西。好。 然后就差不多这么了。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还没有日出，所以现在就是凌晨这样子。然后就是西周他们现在应该在车上。啊，外面的空气好新鲜的感觉。 大家早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海边，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6点10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在这边看日出，这样子很美，给大家看。天哪，大家看，海边看日出，在花莲真的很美。Hi, Caesar. Hello, hello, hello. So you're not vlogging today? 哇，给大家看今天的日出。 在花莲海边的这么美的日出，下面就是海边，好美哦！天哪，大家看这个颜色，好美。 大家，我们刚刚就是拍摄，差不多拍完了。然后呢，他们有些在这边，然后有些好像是在这边，对。然后我在这边拍 vlog 这样子。Hi, Iverson. Hello. Hello. Okay, can you do one more time? 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is city, hurrying to cut my teeth. I can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 It doesn't make it easy. The other piece of my heart moves slow, somewhere in the great unknown. When I return from the afterglow, will you carry me like I am whole again? Hold on.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刚刚就是早上日出的部分呢拍完了，然后呢，我们2个在这边，然后他们在前面。我们刚刚拍多久啊？我们刚刚拍是吗？快1个小时吧，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车回去。现在不知道要去啊，现在要去一个湖吧，然后。 在拍摄哦，是吗？要去那个古迹吗？现在是要去古迹，对不对？嗯，现在那个老古迹，江户时代的一些房子。那一整个村，将军府。我们早上出来其实会有点冷。对，凉凉的，舒服。 通常人会聚集在那边，可是它的海岸就很长啊。所以星星潭可以从海岸走到这边来。大家，这个我觉得在花莲真的很漂亮哎，就是很多的风景什么的。现在来
到了玉里潭，鲤鱼潭啦，我们现在来到了鲤鱼潭，给大家，是什么东西啦？鲤鱼。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鲤鱼潭，给大家看，很美，终于说对了。I know it's nothing new, but it's so good to see you. We do this every day, and I'm still so amazed by you. So hold me tight through the night. It's just us two, me and you. 鲤鱼潭，然后旁边有很多的树木，所以呢，这边的空气真的超级好，就是会呼吸到那种新鲜空气，很舒服的感觉。可是呢，这边就是有很多的蜘蛛网，还蛮可怕的感觉。I hope it never ends. Let's be more than friends. Hello，那我们现在来这个当地人来介绍这个鲤鱼潭。那这边的话会叫鲤鱼潭的原因，其实有2个说法，一个是说这里的湖里面有很多的鲤鱼，可是通常我自己来是很少看到鲤鱼，所以我应该比较采信第2个说法，是以前太鲁阁族人在山上的时候，因为鲤鱼潭的形状，它本身从山上往下看就很像一个鲤鱼的形状，所以他们把这边命名为鲤鱼潭。哦，了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山去看看，然后往下看的那个整个鲤鱼潭的形状，看像不像一个鲤鱼。鲤鱼 ，OK， 好，谢谢。好，大家，我刚刚呢终于去换我的衣服，就是2天穿那个同样的裙子，然后现在就是终于换我的衣服，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短裤这样子，啊，好舒服。大家看，现在外面还蛮热的，天气开始变热，现在就是10点10分，其实算是早上的时间，可是天气还是这么的热，对。然后我们先走一走。就是穿上比较舒服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对，天哪！ 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is city, hurrying to cut my teeth. I can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 doesn't make it easy. The other piece of my heart moves slow. 所以呢，现在在车上稍微坐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出去。好，谢谢你，谢谢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手链。加油，吃哇！我们的摄影师 Nelson。 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is city, hurrying to cut my teeth.